大王，你夫人，大王呢？管娃宫。夫差，我魏姬不是你可以耍弄的。你今天弃我而去，明天我就会让你把欠我的一切还回来。 姐姐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寝宫让给他呀？那房里画着朱罗的山水，他想家想得不得了，非要在那儿住上一晚。我们是好姐妹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？那要是大王回来呢？大王今天有要紧的事，不会回来的。反正我就是不喜欢郑旦。为什么？他太势利了，对我。 对秋蝉、对婉婷都冷得像块冰，从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不会吧？也许是你们多心了。我觉得也是。哟，夫人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大王回来了。快！大王认不出我了吗？奴婢郑旦叩见大王。 你怎么会在这？是我的好姐妹西施把我留下的，这是她送给我的衣服。大王，我这样穿着好看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奴婢知道这是广娃宫啊。广娃宫是寡人爱妃居住的地方，你不过是个越国来的罪女。 竟敢穿着嫔妃的衣服躺在这张床上，可知这是僭越犯上的死罪。大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是郑旦呀。自从那天夜里大王宠幸了我，我的眼里就全都是大王的影子。我知道被大王宠幸过的女人，都会被封为嫔妃。郑旦没有这样的奢望。可是我多希望能够再次侍奉大王。我天天都在责备自己，天天都在问自己，是不是大王真的很讨厌郑旦？是不是郑旦做的不够好，不能取悦大王啊？既然郑旦在大王眼里只是一个罪奴。 就请大王赐郑旦一死吧！大王。夫人，夜深了，歇了吧。大王既然去了广华宫，就不会再来了。我知道。夫人在想什么？你刚才说太宰伯嫔送走一个宫人。是啊，不知道那个宫人是个什么人。他是统领新军的纪雍。是那个纪雍将军。 为什么要打扮成宫人呢？自然是怕被别人认出来。他是堂堂正正的将军，为什么怕别人认出来？是，蹊跷得很。想想白天在大殿前发生的事情，再想想我闯入书房时那几张慌乱的脸，难道是大王召他们进宫密谋什么？你说，一个是大王的近臣。 一个是大王的新军统领，如果他们真的在密谋什么的话，那要对付的人是谁？武相国。对，武相国。
大王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无论你在哪儿，寡人都可以看到你。那刚才在前房外，大王看见了吗？寡人正要问你，你怎么可以让别的女人鸠占鹊巢，躺在你我那张榻上呢？他说他想家想得不得了，那房间里刚好挂着朱罗的山水，所以想在那边住上一晚。如果他要的不只是在那住上一晚，而是想要寡人给你的一切，你也会答应吗？她是我的姐妹，不管她要什么，我都会答应。也包括寡人。大王的身边有很多个女人，而奴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。你这是在责怪寡人吗？寡人是一国之君，只有寡人愿意，寡人可以拥有很多女人。寡人自从遇见你之后，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女人，不管是魏姬还是郑丹。寡人说的话，你不信？我相信，我早就说过，自从见到大王，我心中的那个恨字就慢慢消退了。我敬重大王，我为大王对我做的一切而感激涕零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不明白什么？大王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需要想这些，寡人只要你知道，寡人对你的一片真心。寡人现在派人让郑丹搬出那个房子。大王，我已经答应他了，今晚就让他住在那里吧。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她毕竟只是个侍女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有个不情之请，她是我的好姐妹，就请大王别让她再做侍女了。好。我究竟会怎么样？要斗就是一场恶斗。我真的不知道该帮谁好。当然是帮大王了。夫人是大王最宠爱的女人，这还该犹豫吗？宠爱，宠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大王的枕边人已经是西施了。那夫人要帮武相国？要是武相国夺了大王的王位，夫人可怎么好？也许会有那么一天，不过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个王位不做也罢。就算他真的被赶下王位，我就带他回魏国去。回魏国？回到魏国，就算是做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妻，我也甘心。你听着，一会儿我会写下一封密信，你务必在天亮前交给武相国。嗯。西施，你怎么还没睡下？我知道大王对我的恩宠都是因为你，不说上一句谢谢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你呀，怎么越来越生分了？这不是生分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放过来一些。大王，你虽然我跟西施亲如姐妹，可是总有一天，我会让大王睡到我的枕边来。你要记住，你是因为西施才成为寡人的客人。如果有朝一日，大
胆敢伤害她，寡人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如果不能成为大王的女人，那才是生不如死。来人！在。冬梅呢？出宫去了。快把她追回来！已经1个时辰了，恐怕……我叫你们赶紧把她追回来！是。等等，不必了，去吧。是。夫人，快把这个复呈给武相国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急什么？都什么时辰了？说不定我们相国早就睡下了。放我进去！站住！我有天大的事，必须立马见相国。相国已经恭候多时了，快请进，请。冬梅姑娘，武相国。姑娘，请随我来。不合你心意吗？我是在想，大王日理万机，这几天我却给大王添了这么多的麻烦。做自己心甘情愿的事，寡人心里高兴。可是我却不能为大王分忧啊。寡人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就是寡人的解忧草。你只要把心全都给了寡人，寡人就是这世上最有福气的大王。夫人，信送到了。相国怎么说？相国看了信件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让我赶快回来了。什么也没说。没有。夫人怎么了？这事瞒着大王，我的心里不知为何七上八下，六神无主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。我这就去找相国拿回来。等等，不必了。半夜三更连连出宫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你笑什么？看着大王，我想起了我的松桥师傅。他是个什么人？他是个学馆的先生，是个有大学问的人。那为什么看到寡人就会想起他呢？松桥师傅在静心冥思的时候，那目光，那神情，就好像从天上下来的仙人一样，既让人觉得尊崇，又让人觉得深不可测。过来。寡人明天要办一件非常重大的事，这是寡人继位以来要办的第2桩大事。第1桩大事是寡人报了复仇，而第2桩，寡人要收回兵权，成为真正的大王。寡人面临大事，从未犹豫，可这次，寡人
却心生胆怯。大王是不是怕？野兽寡人怕死。不，寡人从不怕死。寡人是怕再也见不到你。那大王就不要去做。如果不去做，只有一个结果。寡人只能将先王留下的大片江山拱手让给伍子胥。武相国真的是那样的人吗？我的松桥师傅说过，爱民要兼爱敌国之民，爱兵要兼爱敌国之兵。何况武相国也是大王的臣子啊，难道就不能用爱来打动他吗？寡人对他不薄，可全玉是个恶魔，对这个恶魔附体的人是不会被打动的。那就只有流血了。流血结下的只有仇怨，冤冤相报是没有穷尽的。寡人明白你的善良，但以善良之心对善良之人，结下的是善果；以善良之心对恶魔之人，结下的只能是苦果。就算是咽下这颗苦果，不也要比相互残杀和流血要好得多吗？那才是真正的恶果。你真善良，心好才显得人美。可惜，男人的世界不是这样的。敢私窥大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太晚了，想他们早点歇下。你胡说！你不是私窥就是偷听吧？你敢说你什么也没听见？我听大王说明天要从吴相国手中把兵权夺回来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真没有。放心吧，今天晚上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，你自己以后当心点就是了。去吧。广劳宫对西施说，今日他要向伍子胥收回兵权了。这件事要紧吗？何止是要紧，实在是要紧的很。姑娘功不可没，寡人记下了。奴婢还只是个宫女，如果像西施那样做了夫差的妃子，就真可以为越国、为大王出力了。我和范将军多次说起此事，你放心，寡人会尽力。谢大王。那我去了。姑娘小心呐。将军在想什么？调兵的虎符已然拿在了夫差的手里。他说的讨回兵权，怕是非同一般。莫非是和伍子胥摊牌不成？夫差不动则已，动则一定是大动。何为大动？不但伍子胥的相位不保，那些伍子胥属下的统兵将军也必定在铲除之列了。言之有理。大王，担心寡人了。放心，天佑寡人。夫人，
夫人像是一夜都没睡好吧？银耳羹就要熬好了，去备车。这么早，夫人要去哪儿？去管王宫，见大王。快备车！这场争斗如果夫差获胜，我们可保无虞；可万一伍子胥获胜的话，你我君臣的性命就来日无多了。大王说的是。以将军之见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哎，总不能做壁上观吧？哎，上次我听裘善将军说，为了保护大王稳主大夫，秘密调派了一哨人马，分散潜伏在这都城郊外，现在该派上用场了。怎么个用场？二虎相争，必然会斗得不可开交。我们躲在暗中，想方设法助夫差一臂之力。好是好，只是不知道这两只老虎怎么个斗法，恐怕相助也难。大王请放心，末将会有办法。不过大王要立刻召见裘善将军。好，舍不得孩子，打不着狼。夫人，大王还在广娃宫，没有出来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夫人，到广娃宫见大王恐怕不太好。夫人，看大王。爱姬，回去吧。大王，千万要小心。会的。好。夫人，我原本想劝劝他，帮帮他的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凤京，参见大王。大王，太宰大人已然在候着。大王，季雍将军派人来报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。他们藏身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大营北侧的小树林里头，到时候只等大王一声令下。大王，群臣已经在殿外候着了。今天上午的陈议，就说寡人不是，让他们散了吧。是。新军果然在调动。说仔细。昨天夜里，末将派探兵盯在新军营寨的外面。3更时分，有一哨人马离开了军营，去了哪儿？他们先向南，后向西。可是就在这时候，突然起了大雾，雾大的不知外。怎么说？这一哨人马下落不明。是。取消陈毅，调动新军。这更说明相国昨天夜里得到的情报准确无误啊！哼，老夫倒要看看这黄口小儿要闹出些什么名堂来。是啊，事已至此，相国绝不能心慈手软了。来人，在，取我的铠甲来。是。铁勒，末将在。随我前往大营。范将军，请。范将军，各位兄弟，辛苦了。你带领几名兄弟去往那里查看动静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你带领几名兄弟火速进城，把他们分别安排在宫门和相馆，严密注视夫差和伍子胥的动向，随时回报。是。你跟随裘将军将300甲士调往距离吴兵大营不远的灵山之中埋伏，没我的号令，不得擅动。是。看来这里藏兵还真不少呢。你看清刚才为首的那个人了吗？看清了，是谁？吴国新军的统领季雍。
大王，众臣已经散了。臣让他们备车吧。等等，有些事情寡人得想清楚。范将军，吴兵大营外发现了一哨新军，多少人？他们都埋伏在山林里，实在是不好估算。再探。是。将军，夫差有动静吗？目前没有动静，不过伍子胥离开了相府。他去哪儿了？他没有去宫里，出城了，像是去了大营。将军料的果然不错。伍子胥已经提前知道了夫差要动手的消息，看来这场血拼在所难免。将军，事不宜迟啊！我等咱们的300甲士赶在伍子胥到达大营之前截杀他，只有杀死伍子胥，属下绝对不敢对夫差下手。这条路毫无遮掩，伍子胥身边都是身经百战的士兵。万一截杀不成，就会断送了所有兄弟的性命。原本伍子胥在夫差在案，我们可以在夫差动手时助他一臂之力。现在伍子胥得知了消息，我们想助夫差也难了。可是，如果让伍子胥夺了王位，那将军和勾践大王的性命可就难保了。我现在就去接触大王，护送你们返回越国。妈。这不是办法，那除非能想出办法来阻止夫差。咱所有的弟兄不得擅动，赶快送我返回吴王宫。是。站住！别带车！大王呢？在里面。好。出了什么事情？不过王后放心，范将军说他有办法阻止夫差动手。大王，这是我们君臣来到吴国之后所遇到的最大凶险，一切全靠将军了。站住！进去吧。
范将军这么急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？事态紧急，不然我不会贸然闯到这儿来。你知道夫差要和伍子胥一见高低吗？莫非你和勾践大王也卷入了这件事情？不必细问，你要赶快阻止夫差，千万不要让他动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胜算。我不懂，你们和夫差不共戴天，怎么现在倒为他的胜败担心了？我明白了，勾践大王和将军能活到今日，全赖夫差的宅心仁厚。你们是怕他不能再保护你们了？如果伍子胥夺去王位的话，勾践大王就危在旦夕了。将军说出这样的话，不觉得脸上无光吗？我知道，我是你们安在夫差身边的一利器，但是今天我会说，这利器不会再为你们出力了。其实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子，只盼着能有一个相爱相携的男人共度一生。当初我相中你，是因为你仁厚，你善良，你英雄侠义，你诚信待人。可是我错了。如果你是个真英雄，你就不会舍弃自己心爱的女人；如果你真的英雄侠义，你就不会不顾一个无辜女人的生命，让她去做奸细。来到吴国，我可怜你和勾践大王去做刷马洗曹的奴隶。渐渐的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不过是忍耐于一时，只想着有朝一日再回到越国，兴兵伐吴，杀死夫差，杀死一切羞辱过你们的人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们处心积虑的算计夫差，可现在又指望他救你们的性命，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君子之道吗？暂且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还是先去阻止夫差吧。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夫差大王有他的筹划，不会出事。我相信他有筹划，可是他的筹划已然泄露，伍子胥在张王等着他。你怎么知道他的筹划已经泄露了？这都城内藏有越国的探兵，伍子胥的行止都在勾践大王的掌控之中。现在伍子胥已然强猛大赢了，只要夫差动手，那就只能是自投罗网，不但王位不保，恐怕还有性命之忧啊！车备下了，大王究竟去哪？大王，季雍将军又派人来问何时动手。哎，是不是大王还有些犹豫啊？可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。如果我说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，永远离开吴国，离开越国，去过我们想过的日子，那你还愿意吗？我不该再犹豫了，什么生死荣辱、名望利禄，我范蠡通通不要了，我只要你牺牲一个人，我要你跟我走，来，我们马上就走。难道你是了？当初我是多么深爱将军，可是你舍弃了我，把我推给了夫差。你现在说又要带我走，让我舍弃一个我已经喜欢上的人，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？舍弃一个你已经喜欢上的人了？难道是夫差吗？你。将军不会这样！这心事吧，就全当是前世的一段姻缘。不，那不是前世，是今世。
我错了，我范蠡错了，我范蠡恳求你原谅我，我求你和我一起走吧。西之景，何必当初？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天，可是这一天实在是来得太晚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不好，大王回来了！快把范千金藏起来吧，不然他会没命的。奴婢恭迎大王。奴婢恭迎大王。来请。你怎么了？我看你双颊绯红，是不是身子不适？没有就好。大王，大王，请坐。我去给大王沏杯茶来。快说，刚才看见大王，你慌张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其实我都瞧见了，就是想看看你对我讲不讲实话。你也看见了范将军？我当然看见他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还在西施姐姐的寝房里。莫瑶，你听我说，范将军私入广华宫这件事，要是让大王知道了，就难逃一死了。这件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。你听到没有？去吧。大王，请用茶。看你这双手抖的，是不是受了夜寒？寡人宣御医过来给你看看。奴婢只是有些凉了，加件衣服就没事了。大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那件事情……大王，请用茶。看你这双手抖的，是不是受了夜寒？寡人宣御医过来给你看看。奴婢只是有些凉了，加件衣服就没事了。大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那件事情……寡人还拿不定主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话一直在寡人脑子里翻来覆去。你说流血结下的只有仇恨，冤冤相报没有穷尽。这话说得对，是寡人一旦动手，就免不了杀戮和流血，而他们全是寡人的臣民。也许寡人该暂时咽下这颗苦果。来人，在，去看看，冬梅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是。夫人。大王又回了广华宫。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大王总算是躲过了眼前的凶险。从早上到现在，看把夫人给急的。奴婢早就说了，这件事儿，夫人就该站在大王一边。现在大王没事了，夫人也心安了。心安？你也不想想他现在去了哪儿？我知道夫人心里的苦，不过奴婢相信，大王迟早有一天会回到夫人身边来。眼看着大王是伍子胥的挟制，我也觉得他这个王位做得可怜。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若还像原来一样待我，我就是拼出一死，也要帮他和伍子胥斗个高低。可事到如今，让我为其左右为难。也许这份不甘不舍，就是天下女人心吧。夫人，那个郑旦姑娘来了，她说有急事要见夫人。撵走她！她竟敢背着夫人跑到广华宫去狐媚大王，还有脸来到这儿，撵走她！是。慢，让她进来。夫人。
听他说些什么。大王，你在想什么？寡人在想，这伍子胥虽然居功自傲、揽权独断，让寡人不能容忍，但细细一想，他毕竟是我吴国的功臣。先王驾崩之时，他助寡人登上了王位。平心而论，当时他只要有夺位之心，只怕没有任何人能阻拦得了。爱姬想说什么？奴婢是在想，大王昨天还对那位武相国恨得咬牙切齿，怎么今天就……这还不是因为爱姬你？爱姬处事恬淡，待人宽容，让寡人感悟不少。寡人静下心来，再思再想，也解了不少心结。奴婢哪有大王说的这样好？人生难得一知己，何况像你这样知情知理的绝代佳人，寡人足矣。那武相国的事，大王拿定主意了？你不是问说武相国是寡人的臣子，为什么寡人不能用宽容去打动他？这问得好。寡人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肯定会臣服于寡人。太宰大人怎么了？如果我猜的不错，大王改主意了。不会，大王等这一天可不是一日半日了，太宰大人就瞧好了。大王，有劳太宰大人传寡人谕令，要季雍将军立刻撤回埋伏在大营旁侧的新军。可这事不宜迟。不用再问。是。喜子在。备车辇。是。爱姬，寡人先去看看齐国公子江聪，晚上再回来看你。范蠡谢谢，西施夫人。范将军，我不想欺骗夫差，更不想伤害他。请转告勾践大王，西施不能再为他尽力了。请夫人放心，我和勾践大王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们。这还不够，我对将军
还有所求，求你永远忘掉我。夫人可以忘掉过去的一切吗？你可以忘掉，我范蠡忘不掉，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有负于我，而是我范蠡有负于你。你把你的心给了我，我也想把我的心给你。可是，我这颗心在变，一步一步的失信，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向危险，推向死亡，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向夫差的怀抱。所以我忘不掉，我没有权利忘掉。大王，大王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有要紧的话要问大王。倘若有嫔妃和宫外的男人私通，大王会怎么处置他？不会有这样的事。请大王回答我。杀无赦。这可是大王说的。你这神神秘秘、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到底要说什么？我请大王回寡王宫看看西施吧，他房间里就藏着一个私通的男人。寡人刚刚就在说那个男人莫非就是……我不是和大王在说笑。好了，你整日这样妒火灼心、纠缠不休，你就不怕寡人烦腻吗？是大王和那个西施纠缠不休。我早就跟大王说过，她不是个什么好女人，就算不是越国派来的奸细，也是个狐媚男人、敲骨吸髓的女鬼。放肆！我侍奉大王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字。难道我和大王那一夜的似水柔情都烟消云散了吗？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寡人的确是视西施为爱妃，不是因为她有如玉的人品、似水的性情，她不懂得取悦寡人。可是她恬静淡泊，不爱虚荣，更不会在寡人面前说三道四、絮絮叨叨毁谤别的女人。我没有毁谤她，大王可以不相信危机，但不可不相信亲眼所见吧。请大王跟我走。去哪？回寡娃宫。真的不要再闹了，寡人有要紧的国事。大王，大王，就算我哀求大王了，如果我毁谤了他，就请大王把我贬入甘陵宫。寡人现在就陪你去管娃宫，看看你究竟在玩什么花样。大王，大王，罪奴该死。罪奴是有件事情来求西施夫人。什么事情？这些日子，宫中所派的御马官不知为什么处处刁难勾践大王，罪奴求告无门，才想到了西施夫人，想请她在大王面前为我王说些好话。范大将军，你什么时候换穿了这样的一身衣裳？罪奴知道管娃宫不是罪奴可以来的地方，万般无奈，我只好乔装改扮。罪奴有罪。大王，范将军说的是实情。你答应他了？大王，他撒谎。范蠡，寡人和西施在这说话的时候，你在吗？罪奴在。在哪里？在。大王，请听我说。刚刚范将军来找奴婢，奴婢就听见大王回来的声音。奴婢是怕大王误会了奴婢，所以就将范将军躲在了违章的后面。哼，违章后，
我看是从床上躲到床后吧。无论如何，是奴婢欺骗了大王，请大王治罪。何止这一次，你一直在欺骗大王。大王，他们的事连王后都有所察觉，大王不能再姑息了。事到如今，大王还不相信吗？如果大王不信，可以请皇后来对质。喜子，小奴在。请王后。是。相国，大王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？不如先发制人，我们干脆就。景乐将军来了。禀相国，奇怪得很，大王至今没有动静。西北树林中的新军已经退去了。相国，是不是大王知道走漏了消息啊？大王现在哪里？还在宫里。你们都在这儿守着。老夫进宫去看看。相国去不得啊！相国千万不能离开大营啊！说不定大王在宫里埋下伏兵呢。相国，诸将说的对啊，这时候不能进宫啊。是啊，相国和大王剑拔弩张，现在进宫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哼，身为相国不敢进宫，成什么道理啊？老夫不是待宰的羔羊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等着老夫的消息。是。启禀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请。王后姐姐来了。大王，来，坐下来说。姐姐，这里出了大事儿。这个西施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把越过来的罪奴领到这广王宫的寝房来。还好有耳伯神告诉了我，我陪大王把他们这对男女抓了个正着，可是他们现在却百般抵赖。姐姐不是早就知道他们的事儿吗？所以就特意请你来做个质证。魏姬，我什么时候听说过他们之间的事？是我对你讲起过吗？这我倒记不清楚了，好像是姐姐身边的人告诉我的。王后。说这两人有私情，你会相信吗？即便大王相信，我也不信。为什么？如果他们有私情，这个范蠡怎么会把自己所爱的女人送到吴国来？就算是范蠡薄情，西施也没有在这里和他破镜重圆的道理吧？妾身执掌后宫，大王不必分心，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鼠肚鸡肠的人胡言乱语。王后说的有理。寡人差点冤枉了你，范蠡。即便你们之间没有私情，可你擅闯宫境，私会寡人嫔妃，这也是五马分尸的大罪。寡人念你是当世奇才，就赏你个全尸。来人，在，拖下去。是。等等，大王，范蠡是有求于我，才来这里找奴婢的。若是大王就这样处死他，那他就是因为奴婢而死，奴婢的心永远都不会心安的。你是要寡人赦免他？季师，你也太得寸进尺了吧！不责罚你就是了，你还让大王饶了你这个心上人。如果大王不肯答应，西施也宁愿一死。王后姐姐，你听听，这个西施要为自己的男人殉情，怎么大王还不明白？抬起头来，你和范蠡之间究竟有没有私情？有。他曾经是我未婚的夫君。你说什么？大王，我说对了吧？
岂止是私情，他们差点成了夫妻了呢。范蠡既然是你未婚的夫君，为什么舍得把你送到吴国来？回答寡人！奴婢猜，范将军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？怎么讲？越国战败，要取悦大王，奴婢被伯嚭太宰选中，范将军身为人臣，不得违抗王命。你很为他开脱，寡人倒觉得未必。范将军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岂能这么轻易地把自己所爱的女人拱手相让？范蠡，寡人为了留下你们君臣的性命，不惜开罪相国，开罪那些忠心耿耿的文武重臣，而你们却处心积虑、动心计、耍计谋，取悦寡人，迷惑寡人。这分明是韬晦一时，以求报寡人伐越之仇。看来寡人得改变主意了。只要寡人一句话，你和勾践都会立刻横死在寡人面前，你们越国也从此不复存在。这个结果，范将军你满意吗？大王，不过寡人宽宏大度，只要你能给我一个不这样做的理由，寡人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活下去的机会。有这样的理由吗？有。讲。勾践大王为感谢不杀之恩，的确想取悦大王，而西施夫人也的确是罪奴的未婚女人。为了把她赠送给大王，罪奴也的确强忍着撕心裂肺之痛。可这一切不都是在表示我越国君臣对大王的一片忠心吗？请大王放心，越国绝无报仇之心，更无重兴之力。所以请大王不要加罪越国，不要加罪勾践大王，所有罪责由我范蠡一人承担。你来承担？罪奴私闯宫禁，罪在不赦。大王之罪，我心无怨言，只不过我有话想对大王说。其实罪奴早就在西施姑娘的眼里变成了不耻的小人，他的所爱只有大王。大王，别听他花言巧语，他们互相偏袒，这正是说明了西施就是越国派来迷惑大王的奸细，大王绝不能留他们。贝姬妹妹，别再这么危言耸听了。如果西施不承认范蠡是她的未婚夫君，你又从哪里知道呢？能对大王不遮掩自己的过往，我喜欢。大王心如明镜，就自作决断吧。宁妃又病了，我去看看她。不管你有什么过往，寡人不再追究。范蠡，回去告诉勾践，从今起，不管任何事，都不准再骚扰我的爱妃。胆敢造次，必杀无赦。相叔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相叔有耻，人而无止，人而无止，人死何似？相叔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相叔有耻，人而无止，人而无止，人死何似？人死何似？相叔有耻，人而无止，人而无止，人死何似？夫人，大王为什么会饶了他和范蠡？因为大王被鬼迷住了心窍。难道是？
来之前，西施就住在这儿。是。这广华宫一钻一石都有我魏姬的心血，我真没想到为他人做了嫁衣，成全了你们两个越过来的罪奴。夫人不必这么说吧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罪奴就永远是罪奴吗？夫人失宠，可不是奴婢的错。放肆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夫人不要忘了，今天如果不是郑旦，夫人不可能把西施和范蠡堵在寝房里。至于最后的结果嘛，只能怪夫人自己没能说动大王吧。夫人如果不想和我联手，郑旦住在这里也算惬意。姑娘太过分了，贝姬夫人说话算话。今日你密报有功，夫人已把给你的赏赐备下了，你得空去拿吧。大王，季雍将军所埋伏的伏兵都已经全数撤回了。大王，臣有些不解啊，如此缜密的安排，大王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再缜密的安排也免不了杀戮。让寡人改变主意的只有一个，他伍子胥是我吴国的相国，那些军士是我吴国的子民。寡人不想看到他们的血洒在我吴国的土地上。大王至仁至爱，可是伍子胥并非和大王一样啊。如果任其长此下去，难道大王您就不怕？太宰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寡人仁以爱人，德以服人，还有什么可惧可怕的？是。你记住，今后在朝政上，不要时时和相国相左。寡人相信，总有一天会打动他的。臣还有一事担心。还有什么担心的？眼下与齐国合作是第一要务。如果公子江聪知道大王不能够掌控三军，臣唯恐他另择别国呀。太宰说的是，你要暂且稳住江聪，寡人会有办法。是。启禀大王，相国伍子胥求见大王。是不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？大王还是做些防备为好啊。请。是。臣伍子胥叩见大王。快请。这里不是大殿，相国不用多礼。这边请。请坐。相国有事情吗？根据当初我们和越国签订的协约，我吴国派出了众多的官员去了他们的府县，监管那里的一切。可最近以来，有不少官员竟离奇失踪。有这样的事情？老臣怀疑，这是越国有意为之，不可小视。相国认为该如何处置？派兵弹压，让这样的事情再不能发生。太宰，臣在。寡人同意派兵弹压，不过在弹压之前，你必须先亲自前往越国，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是。相国还有事情吗？臣还想说说齐国公子江聪。哦呀，武相国终于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支持公子江聪坐上王位啊？不，公子江聪绝不可用。那为什么呀？轻浮好色，在列国的眼中都把他看作是个顽固小儿。如果大王和他联手，不但会被列国耻笑，还会激怒齐国，
所以臣劝大王将他礼送回国，更不要再提阅兵之事。这怎么行啊？阅兵的事是大王定下来的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再说了，列国不看好江村，那大王就不能看好他？太宰大人，相国说的有理。哎，这件事，寡人是要再好好的想一想。毕竟和齐国的关系事关重大，阅兵之事就听相国的，不用再提。相国和太宰都是寡人的左膀右臂，寡人今日有要事相托啊。大王请说。寡人继位以来日夜操劳，只是才德远远不能和先王相比，所以事倍功半，倍觉疲惫。今日特向2位重臣告个长假，一来是要养息一段时间，二来是要三省吾身，好好静静地想一想这诸多国策中的利弊得失。哎呀，这大王过谦了。自大王继位以后，我吴国蒸蒸向上，百姓安居，六畜兴旺啊，无人不称颂大王啊。就是大王，寡人意决，太宰不用多言了。相国答应寡人吗？好。老臣答应，不过臣依然要时刻听命于大王。太好了，这样寡人就放心了。明日晨议之时，昭告满殿文武。日后2位重臣要多多尽心了。是。范将军，这怎么样？西施说服了夫差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真是天佑寡人！看来将军和文种大夫的美人计果然厉害，一个西施顶得上千军万马。范将军饿了吗？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。范将军。将军。秋山刚刚送来文种大夫的消息，文种大夫说，伍子胥不断派兵进入越国，而且还有长期驻扎的迹象。他们征赋税、抓男丁，甚至把吴国的百姓迁往越国。如此一来，就等于我越国的土地一片片在缩小。等到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，恐怕早已国将不国了。将军，我的话你听到了吗？相说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范将军怎么了？刚才看见将军的样子，实在让人心酸。大王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，将军是这世上难得的贤才，不管到哪一国，都是国上之宾，不愁荣华，不愁富贵，不愁过上封王封侯的日子。可现在，就是为了越国，为了大王，才不得不吃着猪肚食，住着牛马圈。
将军想怎么样，大王都会答应。末将想怎么样？末将能想怎样啊？稀释他，稀释他，他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夫差。我在他心里已经成了一个无信无义、无情无耻的男人。这是我自酿的苦酒，是我把他送来吴国，是我把他送给了夫差。就算这不是我的本意，可大错已成。也许有一天，越国能够战胜吴国，也许有一天我能亲手杀了夫差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无情无义终归是无情无义，心爱的女人终归是离我而去啊！我范蠡，万念俱灰。将军，西施绝对不会抛下将军爱上夫差的。我这就去跟大王说，让你带他离开这里，离开吴国。大王不会答应。大王会答应。大王入吴为奴之后，就如同进了炼狱，这炼狱早就把大王锤炼成了铁石心肠。这不是坏事。如果不是这副铁石心肠，他也熬不到今天。将军说的也许没错，可是铁石心肠绝对不会用在将军身上。你为大王，为越国，做的太多。大王，范将军他太可怜了，大王就放他一条生路，让他和西施一起走吧，也算我们没有亏欠他。闭嘴！你说的已经太多了。我就是要说，大王去看看他那疯癫的样子，就算留了他，也是留了个废人。废就废了吧，寡人不会再去求他。西施已然派上用场了。再加上郑旦和婉婷，他们所能做的，比范蠡要紧得多。可范将军毕竟为大王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！如果不能成全他，于情何忍，于理何容啊！大王上次不是也主动要放他走吗？妇人之见，那是我有把握他走不了，因为西施没变。这次不同了，你去告诉他，他可以走。西施不能走。如果他肯继续留下来，日后寡人绝不会亏待他。现在内有西施郑旦，外有文种裘善，寡人仿佛已经看到了返回越国的一天。仁者忠昌，仁者忠昌。太宰大人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呢？大王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？军心难测，军心难测呀！哎呦，哎，太宰大人，哎，请。大王要告长驾。是啊，伍子胥手握兵权，心狠毒辣，离开大王，我伯嚭吉凶难料啊！哎，事情绝不如太宰所想。依户部看，大王是要以退为进。如果大王现在就动手的话，未必能让伍子胥身边的人心服。哼，不少人还认为他是忠臣、功臣、强项之臣。要是大王眼下退后一步，
这伍子胥必然会无所顾忌，会让大王把更多的把柄攥在手里。到时候大王只要师出有名，罚罪有证，无需大动干戈，就能完事。所以太宰不必着急啊，可对伍子胥不敬不疏，冷眼观之。等日后大王行动的时候，您再出面也不迟。你说的对，我马上要到越国去处理那里的事务。你在家中帮我联系所有和伍子胥意见相左的重臣，无论以后发生何种变化，都能够共进共退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是。哦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，太宰请讲。宫中的县人要多使些银两，让他们特别注意西施的所想所爱。我们要投其所好，让他为我所用。户谷明白。相国，相国，今天的事情一定是走漏了消息。大王得知相国有了准备，才临阵退缩的。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，可突然放权，老夫实在没有想出个究竟。大王不是被那位西施姑娘迷在了拐娃宫吧？现在朝中传遍了，说西施一来，连魏姬夫人都失了宠。大王是夜夜都宿在拐娃宫呢。先王阖闾是何等的英雄，这夫差小儿怎么会是这样？沉溺女色，忠奸不分。照此下去，还奢谈什么千秋大业？老夫真是心灰意冷啊！可是现在正是相国扭转乾坤的机会啊！大王告假，满朝文武为相国马首是瞻，相国就放开手脚，整肃磨平那帮奸佞小人，再找个机会杀掉勾践范蠡，灭了我吴国的后患。这件事未必那么简单。